導演你好，Jerman Philip 你好，咁我睇咗呢套戲都好多次啦，咁我入邊有一個位關注就係女角色嘅問題，咁咧我覺得呢套戲都算係顛覆咗傳統武打片入邊嘅女角色嘅存在嘅問題啦，即係譬如佢哋通常會以男性嘅附屬品，即係雖然咁樣講唔係咁好啦，例如好似 James Bond 咁樣，佢通常都係即係阿女啊、老婆啊好性感呢啲係啦。咁我覺得呢套戲我最中意嘅位就係女性嘅力量唔單止用於係男主角嘅後即係俾佢力量嘅人。咁例如好似魚蛋妹同埋燕芬姐嘅關係咁樣，我覺得呢個展現嘅方式好好，即係女性嘅力量唔單止係作為一個男性嘅附屬品，而係佢哋可以互相救贖。咁我都想問下喺嚟緊龍頭同埋終章咧，我哋會唔會有更多呢一類嘅女性角色出現？係唔該導演。哇！未諗到咁細，即係但係當然你有機會都會咁樣擺女性嘅，即係都係咯。可能我自己都覺得我成日記住人哋講啲嘛，啲阿媽係咪一撞車，啲小朋友佢連架車都抬得起嗰啲嚟嘅。咁啊，可能我面對媽咪都係咁啦，即係所以我覺得女性都係唔可以睇少嘅。咁所以未肯定有冇，但係有希望都有機會就係咁樣擺女士嘅角色，係咁先。好，我哋問多幾條問題。好啊，因為 Philip 你數。我好啦，3、2、1。好，俾啲機會呢邊嘅朋友，見到你舉得好快。係啊，慢慢嚟。呢個問題好重要。我想知龍頭信一轉你哋簽咗合約未啊？邊個簽咗合約未啊？全世界包括嗰套麻雀同埋龍哥嘅教戰。我淨係知道咧，總之係編劇一定簽咗合約㗎啦。有啲劇本出現咗添，有啲咁依然咧，我哋係因為搞掂晒，我哋就會打電話㗎啦。係，你打嚟啦，我打電話啫，你企我隔離講啦。而家簽合約，而家簽，開拍先。Let them cook。OK。使唔使數多次啊？好啊好啊，你數多次。好，導演你數啦。好，1、2、3。好，嚟拍息先。係。呢個。Hello 三位，我想問 Jerman 嘅喺中間四子打九索嗰個位入面 ，Jerman 咪戴住咗個紅嘅面具，即係四仔戴住咗個紅嘅面具，有一下係哇，嗰一下係 Jerman 自己加定係本身入面已經即係嗰份劇本啊？劇本入面已經有，因為呢個好。呢個係我哋亂嚟撞出嚟加嘅，真係自己加嘅。即係我哋喺度開頭都諗，因為四仔其實係一個幾內斂嘅一個人物嚟嘅。咁我哋喺度傾，喂，其實四仔戴住咗另外一個面具，佢又覺得冇人認到佢喎。咁佢又好似放肆咗咁樣，咁我可以做啲古靈精怪嘅，咁所以有咗嗰個效果出嚟。係。而家做一次。而家做一次，你要行近啲佢先睇到喎。我諗呢個 lens 冇咁你有冇熊仔面具喺度？有你個牌喺度，借住個牌俾你啦。哇，咁得戚嘅呢個！好，預備1、2、3。好啊，好啊。認到，嚟一次啊！嚟一次咩啊？我淨係識。識呢個嘅啫。好啊，我哋再數好嘛？好啊，咁 Jerman 數啦。好 Jerman 數，呢個係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哦，好啊，預備1、2、3。大家數都有唔同嘅節奏嘅。我睇唔到喎。見到係呢位黃狗嘅。黃狗落嚟濕你兩拳先得嘛？你負責打我，你我記得係你打我嘅喎。那个我可能只会说普通話，可以嗎？可以啊。什麼都可以說。我覺得你普通話進步好多呀！謝謝你。
哇，今天好帅呀！哎，謝謝你。然後想問一下，就是我們龍頭後邊兩部確定是要在大陸拍嗎？就是哪一個啊？就是後面的那一對對。會在大陸拍嘛，對吧？我因為始終是香港的故事，哦，其實我蠻想堅持在香港拍。哦，就是還是在香港拍。嗯，還是香港。沒有，因為很多不一樣，就是不是每一個電影都係香港拍，但係我覺得九龍城在那個意義又好，就是在拍的過程，尤其是第一集的時候，其實開集的時候，我們預算是在國內拍的，是因為疫情，我們把所有都奔回香港，但係不然香港反而是好，就是那個香港的味道更濃，就是更清楚了。然後後來你就有機會再拍下去，我覺得那個味道應該有保留下來。好的。所以應該都會在香港，盡量在香港拍的，我覺得。好的，謝謝導演。好犀利，見到今日都好多人 cosplay 咗我哋。我想問一下，你是每天都穿這樣黃酒出門的嗎？好，咁事不宜遲，我哋影翻幅